不准给我喊，听到没有？小姑娘，不是哥哥我说你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刚刚在床上睡着。小爷我随便拿几件衣服，拿几件金银财宝，走了就好。可没想到啊，关键时候，你给我点着火，差点让你大喊出来。干什么？啊？一脸凶神恶煞的看着我。你是真的不知道，小爷狠起来的话，这把刀把你的舌头割了。啊？闭嘴！说吧，你房间里有什么东西？什么好宝贝？都给我拿出来。哦，对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许喊出来。万一你不老实，等一下，他们都会为你陪葬的。啊？好，说吧。啊？你个千金大小姐，说是你的衣物就是最值钱的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这几条破丝绸，巡查人家我就偷偷就可以。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，快点，把你的金银首饰全部拿出来。真的没有吗？你就让我拿件破衣服就回去了？之前可以，现在就不可以了。怎么样？既然没有金银财宝，劫财不成。我想想啊，在你的闺房里面，除了钱财，好像只有色了吧？啊？干什么？你哭什么？哎，小爷我还没有说过真的要结呢，你哭什么？算了，你呀，至少遇到了像我这样的人，正直、大方。哎，算了，去吧，给我沏一壶茶，我喝完便走，就不解你色了。哎，说真的啊，你应该多向你爹爹呀，要点首饰啊，要点什么奇奇怪怪的奇珍异宝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看我现在，什么都没有拿到的，真的是烦也烦死了。快点，沏壶茶都这么慢。哦，是吗？哎。哎，你这茶什么味道啊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啊，西湖龙井啊，也就你们这种有钱人吃得起了。哎，我们啊都是凉白开啊。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，我走了。喂，你干嘛？我走了你不放我？什么？喂，你不要给我惹事情啊！你要是真的不放我的话，我就真的会动手的。啊？跟你说两句好话，你就这样子了吗？放手！我刀还在这里呢，不要给我耍花样！啊？小妹妹，你是在逗我吗？啊？我要是明天还来的话，你派一堆家丁把我围住，再去县衙那边
塞点钱？嚯，我不会发配到边疆，我也得被吃上几十棍子了。到时候，我有没有命都是一个问题啊！不要给我耍花样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走，不然的话，大不了我就先把你给结果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我都这样了，你都不放手。哎，算了，虽然古话说得好，最毒妇人心，不过瞧你这丫头，还算看着面善，我就相信你了。啊，我走了。什么？称作？人送外号九爷。就这样，我走了。嘿，我来了。哼，算你信守承诺吧，没有派家丁。啊？怎么，在窗外看什么呢？看我吗？啊，呀，这什么？你的字吗？看看。哎，怎么是个画像啊？哎，好帅啊，这个人。是我吗？哎，这什么字啊？你给我念念呗。我虽然认得这是字，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你念给我听。啊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大男人怎么了？啊？要不是我穷，我会不念书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要是我现在在念书的话，我可是肯定能考进京城状元的人。不要小瞧我。哼，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喂，你画我画像是不是暗恋我？没什么，开玩笑。对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想我？哎，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？你昨天说让我今天再来，那眼神飘飘然的，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准备宝贝呢。小丫头片子，你和我白跑了一通是不是？你干嘛？哎呀，不要碰我头！男不可摸头，女不可摸脚，听过没有？哎，干嘛呀？对啊，外面不在下雨吗？我头发湿一点，不很正常吗？你干嘛？我坐好。哎，你不要给我解开来啊！喂，我我哪有那么多时间，那么多精力去洗我头发？随便扎了一下，就这样了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你说说你个千金小姐的，你给我洗头发干什么？不用了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个，请问你这样对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不是什么好人的，我昨天还想杀你的。
现在当然咱们都有交情了，也就不敢了嘛。好了好了，你别给我洗了，怪怪的。家里就我一个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所以没有妻儿老小。好了，不要给我洗了。那你呢？你今年有多少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一个处男子的，我怎么知道女孩子名字不能问呢？哎呀，你爱说不说，真的是。输就不用输了，我直接滚下去可以。好吧。啊？你确定？你已经芳龄有18岁了？哎，我记得，像我们村子以前，姑娘到个16岁就嫁人了，你怎么18岁还在闺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该问这个问题的。那个，我一直叫你丫头也不好吧，毕竟咱们俩年纪差不多。这样吧，我叫你小姐。不对啊，什么娘子？不可以，你在毁我清誉啊！我响当当九爷，怎么说也在江湖上面有点名望的吧？叫你娘子，多失礼节啊！哈，我跟你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又不是吃软饭的，什么叫做跟你在一起也不赖啊？喂，你以为我相信你这个臭钱啊？真的是，不说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把刀抽出来了。我走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你该不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？小姐，啊，我的千金大小姐，你爹爹应该没给你介绍不少的对象吧？啊？哪个不是腰缠万贯的？你看上我什么了？啊？好，我先不让你松手。来，我也抓住你。你告诉我，啊？你喜欢上我什么了？干嘛一直不让我走啊？我比较神秘。喂，我可是本来想偷你东西的，不神秘一点，你怎么能够怕呢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很感谢你了，今天帮我洗头了。你是第一个这样子帮我洗头的女生，我非常感谢你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有一个位置了。不过，喜欢你这种事情呢，我做不出来。毕竟，咱们两个门当户不对的，所以你就找别人吧，肯定很多人喜欢你的，你那么好看的。这样吧，这把刀给你，
要是3年之后呢？3年之后，他还在，我来找你，我就把你带出这个地方，咱们双宿双飞。要是3年后，这把刀不见了，我依旧会来看你一面。不过之后呢，我们就永远不见了，好吗？好了，现在可以松手了。3年里面有什么打算？迎娶你，当然要门当户对啊。我会好好学习的，立志谋得个一官半职。怎么样？对啊，你忘了，3年之后就是科举了。不跟你多废话了，我走了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